讲到这国道5号呐，等到这假日时啊，拢会塞车。交通部也当咧评估这国5的替代道路，打算对第62线的北流，为这顺风接到宜兰头城，再搁用高架接到国道5号。若阵评估有通过，按算年底要报行政院核定路线，上紧伫咧2026年发包。大车一台一台对高速道路来，这条第62线万里水滨线快速道路，伫水滨这边未来有可能继续一直顺到宜兰去。这是交通部计划打造的公路替代道路。计划名是第62线水滨延伸到宜兰头城，等待委外评估。去针对第62线的终点对宜兰方向接公路，总长45公里，将往翡翠水库集水区。公路局讲会尽量减少环境的冲击。目前公路局正在进行可行研究，预计在今年年底可以完成期末报告，然后提送到交通部进行审查。那之后如果可行性研究完成之后，就会进行相关的中规跟环评。若是行国1对台北2线接第62的延春大到头城，时间差不多45分。目前延春大伫起点有2个方案，终点宜兰这边有3个方案。按算伫12月可行性评估每期报告都会出来。礼拜啊，安怎讲？啊，讲袂晓塞车啊！你即摆会使讲本工哦，拢超4种法律都逐工拢塞啦。如果有替代都更好啊。把疏散嘛，疏散这个车潮人潮。瑞芳一直到暖大华系统这边要汇入国1的部分，会车流增加。那对这个方面的影响，主要还是要靠国1大华系统到汐止这个路段的改善，才能去降低这个影响。基隆市政府交通署评估，目前是拄着假日，各位接第62线的大华系统嘛会塞车。那第62线穿过去，比作公路的替代道路，同款爱经过大华系统，恐惊同款会塞车，佫需要来进行配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